邢慧原名邢榮慧，1944年11月8日喺上海出世。之後佢跟隨父母去到香港，曾經喺香港新法書院就讀。邢慧自小對演戲有濃厚興趣，14歲嘅時候，佢考入咗邵氏嘅南國實驗劇團第一期培訓班。同期嘅同學有張燕同埋秦平，而邢慧被認為係最有個性嘅。佢直腸直肚，甚至有人形容佢口沒遮攔，令到老師非常頭痛。畢業之後，佢同張燕同埋秦平被導師推薦到去日本嘅東寶藝能學校學習舞蹈同埋演技訓練。佢原本對跳舞一竅不通，但經過佢努力之後，居然喺同期同學中被譽為舞藝係最好嘅一位。1962年，18歲嘅邢慧返到香港，加盟咗邵氏電影公司，並且簽下咗8年合約，繼而出道。1964年，由陶秦導演嘅國語音樂劇《萬花迎春》中，邢慧首次亮相。雖然邢慧喺戲入邊嘅戲份好少，但係佢出眾嘅外貌加上與別不同嘅演技，令到觀眾留下深刻印象。由於邢慧以舞蹈能力而聞名，所以初期佢以接拍青春歌舞片為主。當佢嘅演技日漸成熟之後，邢慧嘅戲路越嚟越廣闊。佢有機會演出過唔同類型嘅電影，包括青春歌舞片、時裝片、古裝武俠片、驚慄懸疑片，甚至聊齋鬼故。其中有大家都非常喜歡嘅歌舞片《歡樂青春》。呢部電影中，邢慧係扮演一個富家女，而最特別嘅地方係喺戲中佢同李婷嘅名都係以佢哋嘅原名命名。邢慧從影嘅時間大約10年，一共拍咗超過25部嘅電影。佢曾經喺報章公開表示，佢較喜愛演出時裝片同埋喜劇片。我相信同佢充滿時代感嘅外形非常有關係。邢慧嘅代表作有《鬼新娘》同埋《琴劍恩仇》，而佢最後一部電影係1973年由尤冠人導演嘅成人劇情片《夜生活的女人》。邵氏電影公司分別喺1967年同埋1970年以高薪挽留邢慧續約，所以喺1970年，邢慧嘅片酬已經高達3萬港元一部。邵氏力捧邢慧，將佢同李菁、秦平同埋方盈合稱為邵氏四美。邢慧圓圓嘅面蛋、明亮嘅眼睛，加上飽滿嘅蘋果肌，而且佢外形甜美，有時代感，加上活潑之中又帶住一點俏皮，可愛中又不乏苦味，而且臉上經常掛住青春無邪嘅笑容，所以當年佢深受邵逸夫器重，被認為係最具潛力嘅新星。即使同期嘅李菁當時已經大紅大紫，但係邢慧都能夠喺各類電影嘅片種中佔據一席地位，成為邵氏倚重嘅一線女星。拍戲期間，邢慧仍不忘充實自己。佢學完英文又學法文，學完法文又學日文，而且佢熱愛旅行。佢經常話要有事業基礎之後，先考慮結交男朋友。邢慧性格倔強好勝認真嘅同時，亦都內向寡言，用而家嘅說話嚟講，就係非常社恐。所以當年佢嘅交際應酬都係由佢母親代勞，佢嘅媽媽幾乎係全天候跟住喺佢身邊，所有對外事務、公司合約、片酬呢啲工作都係由佢媽媽一力承擔。佢媽媽集助理、經理人於一身。媒體經常都將佢媽媽評為最操心嘅星媽，傳媒經常咁講，邢慧嘅媽媽完全冇咗自己嘅人生，只係知道一心一意咁守住自己嘅女兒。而邢慧身邊嘅好朋友，例如鄭佩佩同埋秦平，都話佢哋母女嘅感情相當好。喺複雜嘅邵氏電影公司入邊，好多女演員都會選擇出演風月片，尤其是係當電影市道唔好嘅時候。但係天生保守兼立場堅定嘅邢慧始終守身如玉，即使係參演風月片，亦都絕不裸露。喺電影《鬼新娘》中，邢慧只係露肩，其他嘅全裸鏡頭
都係由裸替演員完成，所以好多人都話認為真係當時邵氏電影演員中嘅一股清流，特別惹人憐愛。1972年11月，飛往咗台灣拍片嘅認為，被佢嘅台灣朋友傳出，佢雖然喺嗰邊好忙，但係佢生活得非常開心。原來據講佢喺台灣有個好要好嘅男朋友，而且都係電影圈中嘅人，亦都係電視劇嘅小生。佢對認為細心關懷，每當拍完戲嘅時候，佢就會陪認為四處去玩，所以工作嘅辛苦反而令到認為嘅體重增加，可見得佢喺台灣係何等咁開心。而嗰位男朋友以前亦都喺香港拍過片，亦都係邵氏嘅小生，佢嘅名就叫做楊洋。楊洋喺台灣係有名嘅第一號靚仔小生，佢清秀同埋瀟灑，好多少女都為佢瘋狂。楊洋同埋認為係喺邵氏電影公司認識，大家好傾得埋。後來楊洋返到台灣去發展，兩個人先冇喺一齊。認為每次飛去台灣拍片嘅時候，楊洋必喺佢左右出現，非常關心認為。而談到愛情嘅問題，認為堅決否認，佢表示同楊洋只係知己，並沒有人哋所講嘅愛情存在。到底事實係點樣，就只有認為同埋楊洋兩個人最清楚。認為同邵氏嘅合作足足有10年，本來10年係一個漫長嘅時間，但係喺呢10年，認為嘅名氣漸漸響起來，而且佢嘅演技一年比一年進步。認為表示佢有咁樣嘅成績，當然要感激邵氏10年嘅培育，同時佢嘅10年青春亦都喺邵氏影城度過，所以佢希望有機會轉下環境，自己喺外面闖一闖。認為當年表示，如果再同邵氏續約嘅話，佢一定要邵氏俾佢理想中嘅片酬，如果條件方面唔理想，佢就唔會考慮續約。而萬一同邵氏真係唔再續約嘅話，認為表示佢會去美國一轉，如果有合理想嘅發展，就會考慮留喺美國。再唔係，佢就會返到香港自由接片約，而佢自由接片約嘅片酬佢亦都已定好，只係睇續約與否。認為當年呢啲決定可以睇得出佢非常謹慎，而且佢對片酬係非常執着。1973年，29歲嘅認為同邵氏解除咗合約，並且決定息影。之後，佢喺佢媽媽嘅安排下認識咗一名牙醫，並且好快結咗婚。認為之後舉家移民去美國洛杉磯，並且生咗一名兒子。啱啱開始，日子仲過得去，但係唔知道係咪認為唔適應擔當妻子同埋媽媽嘅角色，佢覺得經常要處理家中柴米油鹽嘅瑣事，令到佢覺得非常苦悶，而且同以往多姿多彩、無憂無慮嘅生活相去甚遠，所以佢經常同丈夫隔日一大吵，兩日一小吵，終於婚姻只維持咗3年就以離婚收場。離婚之後，兒子歸認為撫養，但其實真正照顧佢嘅兒子係認為嘅媽媽。由於認為知道再返影圈，佢嘅地位一定係今非昔比，所以雖然有人曾經邀請過佢，但佢都唔想再返影圈，怕俾人睇死。於是佢喺洛杉磯開咗一間時裝店，希望靠住自己明星嘅光環，可以賺取豐厚嘅收入過活。離婚後嘅認為有着巨大嘅失落感，於是佢強迫自己重新振作，將心思放喺事業上。80年代初，認為開設時裝店，生意一直唔錯，但係冇幾耐，因為佢有一次心神恍惚，而導致店鋪遭到爆竊，而且損失慘重，再加上因為漏買保險，所以冇得索償。走投無路之下，佢只能夠結束生意。認為面對諸事不順嘅生活，再加上失婚同埋對昔日明星生活嘅眷戀，導致佢精神出現問題。佢身邊嘅友人透露，認為一遇到唔開心嘅事情，輕則鬧人，重則打人。佢對住年幼嘅兒子都係一樣。
而邢媽媽亦都成為咗女兒嘅出氣袋。佢病發嘅時候，經常動手打佢媽媽，而清醒過後，佢又會喊住同母親道歉。時間一耐，其實佢個媽媽亦都會埋怨，亦都會發牢騷。正所謂久病床前無孝子，邢慧嘅媽媽之後更加忍唔住口，責罵女兒。儘管家人同埋好友屢次勸邢慧就醫，但係都被佢以冇生病嘅理由拒絕。邢慧其中一個好朋友鄭佩佩回憶，當時嘅邢慧整日疑神疑鬼，曾經打電話話俾佢聽佢嘅支票俾人盜去，結果報警之後被警察發現，原來支票係被邢慧自己用咗。嚟到呢度，可能大家都會認為咁樣嘅經歷應該唔足以壓垮一個人，但係大家要知道，每個人嘅抗壓能力都唔一樣。邢慧就係一個例子，佢冇好似其他人咁樣受到挫折之後消沉一陣，就好快重新振作起嚟。非常痛錫邢慧嘅邢媽媽喺邢慧情緒穩定之後，帶咗佢去醫院就醫。邢慧被診斷為間歇性精神病。喺漫長嘅治療過程中，邢慧只有佢媽媽對佢不離不棄。然而，無論佢媽媽點樣悉心照顧，邢慧嘅病情總係唔見有好轉。佢發病嘅頻率越嚟越高，病發時嘅情緒亦都越發不受控制。1994年嘅某一日，邢慧嘅媽媽前往探望佢，冇諗過二人竟因為瑣事發生爭執。失去理智嘅邢慧拿住斧頭向母親嘅頭斬下去。關於結局，有講話被斬傷嘅邢媽媽被送往醫院救治嘅時候，最終不治身亡。亦都有話邢慧直接將佢嘅媽媽嘅頭顱斬落嚟，拎住佢嘅頭顱四圍遊走。案件發生咗之後，迅速喺港台兩地傳開。50歲嘅邢慧好快被警方拘捕。經過長達2年嘅審理，洛杉磯法院不採納辯護律師關於精神失常嘅解釋，認定邢慧係過失殺人，判監11年。喺邢慧入獄期間，同佢一直保持聯繫嘅退休配音師林峰前往洛杉磯女子監獄探過佢。據林峰話，身穿橙色囚服嘅邢慧極度彷徨無助。當林峰同佢轉達曾經喺演藝圈共事嘅夥伴對佢嘅關心嘅時候，邢慧終於忍唔住喊咗出嚟。邢慧話：唔通呢一世我咁樣就完咗？我唔想再住喺呢度，我亦都唔想再返去精神病院。邊個能夠救我？2007年，邢慧刑滿出獄。由於喺獄中11年，身體同埋精神都備受折磨。出獄之後，佢骨瘦如柴。同年喺精神病院中離世，年僅63歲。回顧邢慧嘅一生，佢真係同李菁有好多相似嘅地方。佢哋同樣都係上海人，同樣都係邵氏當紅嘅女明星，亦都係喺母親悉心照顧之下生活，亦都係喺事業巔峰嘅時候退出影圈，而退出之後又生活得一塌糊塗，最後又悄然離世，無人問津。